来，好，一步开始放送吼。咱开始来读1635年10月14日。就等下我摕一下水吼。好来，1635年10月14日，有一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希腊。下晡，牧师 Robert Junius 对新港来到厝地。我毋知即篇有读过无，袂要紧，咱搁来读一遍吼。咱报告讲，伊知影讲摩道人和小人人算宣誓要互相协助，因为因知影讲，阮就是荷兰人，阮要对因作战。也因此，摩道人已经甲以前寄囥伫个产业的一寡物件又搁砸转去咯。又搁讲，有一个名叫做塔贝加的新港人，是迄寡上主要阴谋者当中的一个人，已经去南平要去陷害伊的敌人。按照因通常的行法，伊转来时会经过由赤坎的沿海，所以阮会当伫遐来求互逮捕伊，伫遐等等就对啦吼，来逮捕伊。即个代志经过中华国下和议会考虑了后，认为可能会因此来发生一寡麻烦吼。譬如讲，即个人会同伴，或者是共党会来对抗我方的人，所以决定无爱采纳即个意见，要等到更较适当的时机才来逮捕伊。下晡，指挥官该同特劳纽斯先生对网讲转来，报告讲，因拄到遐的时阵，测得该水道的水深。特劳的时阵，海水特劳的时阵是8尺半。中调的时阵吼，海水淹起来的时阵是13到13尺半，差5尺吼，5尺都一人悬啊吼。又讲上适合建造碉堡的所在是伫迄个水道上尾的一个山峦顶头吼，对遐用步枪会当射到所有驶入来的船只。又搁讲，一切拢和旧年指挥官科斯特所报告的相像。今仔日透北风，好，咱对18日继续读吼。1635年10月15、16、17、18 4天无特别的事。逐工你为着大船 Nordwick 号你装运糖、灰仔、一批丝甲其他货物，要便利讲早起会当派往巴达维亚。这几工大部分有西北风好天。10月到遮就要结束啊吼，19、20。敢若无11个呢，所以因去拍摩道人，这代志毋知有记落来，毋知等下看来读会着。10月11，伊拍摩道人是11个啦吼。10月19日，丢瓜普特曼斯国下函议会决议，大船 Nordwick 号已经大部分装满货物，近日就是最近要派往巴达维亚。斯万号将留到本个月底或者是11月初，希望伫即段期间，迄两只容克船会当对希腊运来所承诺的丝甲布料。10月20。
无特别的事。过来是补充资料，10月28到11月15，缺漏。补充资料啦吼，即段期间的补充资料，咱来看，诚长哦吼。1635年10月28到11月15缺漏。11月5有5架用客船载糖甲空眼布来到台湾。11月8号吹背即天，也有一架用客船载250担青丝甲61订的黄金前来。今年无葡萄牙船去日本。无葡萄牙船去过日本，伫咧停泊场的一只用客船呢，藏有500担的糖。过来几个月呢，拍算讲还佫会收到2000到3000担的糖。派避雷船Shagan 号去艋港，要去遐建造一间石号厝。嘛要伫遐起造一个碉堡，派快艇达曼号载价值8536号吨的粗灰仔含鼎仔去暹罗。长官普特曼斯听互总督 Brewer 的批信，伫1635年11月15日。过来是11月15日到1636年1月18日的缺漏吼，这2个月做一个写伫下底啦吼，来看发生啥物代志。1636年1月18日的批信，伫咧巴达维亚日志1636年2月11日，迄条例由有综合的概述。按该条日志日文翻译记载伫中村孝志教主本巴达维亚城日志第1册18到23页，中文翻译刊载伫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的巴达维亚城日志第1册。所以文献委员会嘛有出即个巴达维亚城的日志。巴达维亚城日志毋是干那记 Formosa 的代志，我毋知伊是毋是有定落其中的台湾的部分尔，还是安怎我毋知。免费升号对日本来到台湾，是11月初1的时阵来到台湾。再来价值345622号吨的货物，大部分是现款。Brewer 号也对日本来到台湾，再来6万两丁银甲10万两钱，总价值28万5801号吨。伫咧1月6日正月初6啊迄2只运死的用客船来到台湾。再来444担青丝115订黄金甲1批布料，总价值是127000里尔。较早来的迄2只用客船到单所收买的货物，买入的总价值是217000里尔。伫咧安海还佫应该有500担的青丝放伫咧遐咧挺下要装船。迄寡用客船被一竿所拦阻，就是一竿甲阻挡吼。安尼，也佫欠伊钱的即个决心，会当伫咧早日伫台湾来卖掉伊的货物，也有几只用客船载糖前来台湾，因此伫咧仓库里已经堆积2300到2400担的糖。伫咧1636年正月初8，又佫有一只用客船来到台湾，运来60担白色的青丝，含13担黄色的丝，
一批布料含370担糖。今仔日足奇怪，为虾米敢若又阮一个人？好，不要紧，咱继续读啦吼，有录音。普特曼是伫1635年11月23日麻豆人开始讨伐，这是读花条，然后查一下，讨伐日的伐。读做发吼，发毋是发吼，发。出发迄个发吼，开始讨伐吼，开始写着吼，11月23号开始要拍麻豆人，甲迄500个白人士兵分做7队，伫遐攻击期间有26个麻豆人，查甫查某甲囡仔来死亡，因会头壳被新港人当做战利品来夺去吼，来抢去，因差不多是拢无喊苦，无抵抗吼，无抵抗，这是抵抗抵抗，袂记敢若还是两个拢会使。这较早过啊，袂记。甲对拢会使吼，抵抗对抗，因差不多是拢无抵抗吼。整个砖头被放火烧掉吼，伊为火烬，火烬即个烬里面来读，嘛是应该读烬啦吼。一般有啥物边就是读边仔迄字吼，烬吼，心嘛会使吼，和夫啦吼，就是烬。火烧了的米就是烬，对火剔出的茶，剩的就是烬吼。烧了的物件就是烬吼。好，转来第二写讲，规个砖头去用放火烧掉吼，以为火烬吼。11月28日，两个砖头的一张落对麻豆前来归顺，乃交互因一份条约。因答应讲要大家来征询意见。12月初3，因该动一大群人过来城堡，要来确认交因的条件，作为归顺的象征。因甲种伫咧土里的小槟榔树甲小椰子树拢交起来。迄个条约伫12月18日宣告生效。该条约包括下列的事项。总共有7条，咱来看吼。第一条，交出被谋杀的荷兰人的骨骸以及属伫因的物品。第二，村庄的首领以交出种伫咧土里的小槟榔树甲小椰子树来表示讲转让麻豆社以及附近的土地互荷兰政府。所以这是象征性的吼，为虾米送细丛的槟榔树甲细丛的椰子树吼？就意思讲，我这土地变成即嘛是你的，你管的吼。麻豆人无搁对抗荷兰人，或者是荷兰人的盟友吼。这第三条吼，就是荷兰人无搁对抗荷兰人。第四条，作战的时阵，荷兰人会和荷兰人并肩作战，就是以后就是，所以这就是迄个同盟啦。这个盟是读做盟才对吼，盟友同盟。我查一下吼，对，读做盟。我对来读毋对去吼，就是荷兰人袂搁对抗麻豆人袂搁对抗荷兰人，或者是对抗荷兰人的盟友。第四条，作战的时阵，荷兰人要和荷兰人并肩作战，就是阮两个是盟友啦吼。即种条约即嘛是搁定定有啊吼，就是譬如讲美日
同盟吼，美日同盟就是你若拍日本，美国人绝对会出手；你若拍美国，日本人嘛是爱斗相共吼，若需要啦吼。第5条，不得干扰伫个网港烧石好，或者是进入内地去收买落魄的死仔人吼，袂使去搅了因吼，爱互因自由通行。第6条，若是被调换，村庄的长老必须要即刻赶来城堡来听长官的政策吼，就是我叫你来就要来吼。第7条，为着要承认所做的劣假罪行、劣迹罪行吼，劣假罪行，为着要就是无大人你来承认你做毋对啦吼，满岛的村庄长老就要负责，每一年就伫个迄个无杀的日子，送一只大只猪母，甲一只大只猪公来城堡来谢罪就对啦吼。无杀的迄一日，就是因换大人甲荷兰人刣死，甲浸水毒死的迄一天吼。12月22号，继续去讨伐塔加利亚。即个塔加利亚是倒一个村？一个庄头我袂记啊。公山哟，敢若是公山。大公山吼，对。12月22号继续去讨伐塔加利亚，就是安尼，就是即个拄则我看着即个 Wiki One 的顶头记载即条叫做圣诞节之夜，这是读做夜还是夜啊？我来个袂记啊，我明明早过。我明一早昏甲做你才早过，我阁袂记啊。建业还是建业？建业拢会使，业还是业吼？艺业、山业、外业、里业吼。艺门的人就是业或者是业吼，车业、艺业，业应该是读字音啦吼，白话讲法应该是拢读业啦吼，咱来读业好啦吼。业还是业吼，就是我拄好查即个啥物所在叫做塔加利亚，拄好有收，Wiki1有收圣诞节之夜，讲又搁称作塔加利亚之夜，是荷兰人学，我来家即过时间来读者吼。内容足侪哦，内容阁袂少呢。不要紧，咱来明白一下即个事件吼。是荷兰人和台湾原住民马考道族塔加利亚社之间的一次的战役发生伫1635年的圣诞节，主要战场伫个今仔日的大公山地区的北边。即场战役被看作是荷兰人奠定台湾统治权的关键。发生经过，咱先卖咱来转来看日志写是安怎讲吼。讲12月22号继续去讨伐塔加利亚，伫个即个村庄，即个村庄是伫个台湾东南方12到13海里的所在。台湾东南就是台南的东南方啦吼，有400到500个新人会动500荷兰军队去讨伐，这应该是新港人啦，可能老拍一年，毋是新人吼。差不多400到500个新港人，甲500个荷兰军队去讨伐，加要超7000人吼。即个村庄也被夷为灰烬吼，烧掉就对啦。塔加利亚社吼，用烧去，将个吹背去讨伐小人，有7个
曾经参与迄场谋杀的人被交出来斩首。荷兰军队煞车就去山里找大武人村庄，伫遐被亲切接待。正月13日，普特曼斯转来到日兰加城，所以代志经过拢无讲咧，吼，一字拢无讲。咱来看Wiki1遮写法吼，毋知是伊对倒抄来，我都毋知啊。奇怪，只要则开袂起来。叫广告查掉的，我煞无法度看。咱来甲即个 Wiki1所写的即个圣诞节之夜，或者是塔加利昂之夜、剑夜的过程，咱来甲看一下发生经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台湾的时阵，初期驻军无到400人。1629年发生麻豆社事件，63名荷兰士兵全部被杀害。1632年6月17日，荷兰船只停泊伫个打狗海湾，有7个荷兰人去互当地的原住民杀害。1633年11月23日，荷兰船只伫打狗和姚港中间的即个沙岸靠浅，有6、7个荷兰人去互当地的即个原住民来杀害。为着要报复以及扩张伫个处地的势力。想要控制台南到打狗、高雄一带啦吼。第4任的荷兰长官汉斯·普特曼斯因为自身兵力不足，决定和边部原住民新港社结盟，来赶逐北方的即个麻豆社和住伫个南边姚港大公山附近。吼，今仔日即个阿店溪南岸。势力非常强盛的塔加利昂社，以方便伊即个我今仔再看下吼，塔加利昂是荷兰文塔加利昂吼，塔加利昂，咱以后就塔加利昂，以方便引进西纳汉族移民来进行开垦吼，就是要拍即两个社啦吼，然后。西纳移民会当来遮开垦。1634年的10月，新港社联合小人社甲塔加利昂社决战失败，新港社头目被斩首，请求荷兰人来协助。11月3日，荷兰军派出70名士兵和新港社联军，伫个姚港来登陆。伫姚港起山了，11月初5，就2天后，伫个大公山附近和150名到200名的塔加利昂剑士交战，击杀5名的塔加利昂剑士，杀死5个人。公司伫个侪年来对中日贸易障碍、海贼。肆虐不要讲吼，海贼一4月全海贼啦吼，等等的阻碍，所以就是荷兰公司伫个即两项阻碍，即个两个大问题吼，是对阻碍因即个趁钱的即个问题啦，大问题吼，解决了后，所以就开始有力开始对巴达维亚征派援军。1635年8月。援军抵达台湾，拄则讲伊即个排除两个障碍，就是伊含即个厦门即边的贸易已经解决啦嘛吼，就是进前后，敢若是拍老乡还是啥，迄个建业的时阵，西那官员讲你莫过来，阮会派船过去吼，做生意就是安尼吼，你过来阮就歹交代就对了吼。OK， 啊，个另外是海贼问题嘛吼。即个海贼问题伫老乡去互拍败了，荷兰人就
甲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后，就开始有气力要解决即个麻豆是要报仇啊，就对了吼。所以1635年8月，援军来到台湾，台湾当局则取得有够的兵力来报复即几年来和周边原住民中间的即个暴力冲突。11月23号的时阵，500名的河军联合新港社发动麻豆社之夜，进攻麻豆社，来甲迄个砖头烧掉。即咱拄则读过啊，伫就读过。麻豆社投降，签下麻豆协约，就是拄则讲撤掉吼。12月22日，荷兰和新港社牵引联军对陆路进军。伫咧圣诞节即天，12月25，进攻塔加利昂社。伫咧庄内发现荷兰人的衫裤甲好真枪，好真枪啦吼，枪管，枪的枪管吼。所以推定讲，确实捌有荷兰人被杀害，吼。所以就甲因的砖头规个烧掉。塔加利昂人落败了后，和高阳平原附近的即个社群全部逃离吼，撤退到屏东平原，所以称之圣诞节之夜。即场战争伫咧甘维林所写的荷兰时代的福尔摩沙有真清楚的进程摘要如下吼，所以这毋是伫咧，毋是记载伫咧。等下个广告佫跳起来，我是要那个摕掉。所以这毋是记载伫咧荷兰日兰遮写日志吼，是伫咧即个甘维林所写即本书内底吼。毋通误会哦，甘维林毋是荷兰时代的人吼，甘维林是19世纪来台湾的吼，是伊后来发现讲啊，原来阮毋是第一批来台湾宣教的吼。对伊迄当阵讲，就是讲哇，200多年前，荷兰人就已经来啊嘛，因所以甘维林就奉献，就去甲资料找出来，伊佫走转去英国的时阵，佫专工去荷兰去找资料，所以伊才有法度写即本书《荷兰时代的福尔摩沙》吼。伊安尼写，对11月21号到25号，我时间佫有吼，佫半点钟来。11月21日。随着完成塔加利昂日志的来到，四周围的砖头拢收到通告，要出发到台湾。要到的时阵，就是因开始集结啦吼，部队集结啦吼。11月21号吼，4天前。要到的时阵，真侪人已经来到赤坎遮集合，由新港人准备船。我这广告是毋是去查掉的啊？无准备船开半工的时间，就是准备船，但是开半工的时间拢无法度啦吼。因为起风，所以决定第二天才出发。有风电都毋走，好，袂要紧，反正就是第二天才出发吼。12月22日，真早就落船，气候也是真有威胁吼。大概讲落船就是红布啦吼，有气候也是真有威胁吼，有转成风台的可能，所以12月呢，暴风转做暴风南向台啦吼，伊写做暴风，有转做暴风的可能，所以转行陆路，就是本来要驶船啊去，即嘛用行的吼，行到中昼的时阵，就到即个新达港，到即个新港，是歹势是新达港，到新港。暗时啊，到一个叫做太人坳的所在过暝，12月23，看到新港人忽然间甲胆囥落来，人冲去，长官就倒去看，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原来新港人看到塔加利昂人咧拍蜡，因一看到就走去吼，阮就继续头前到一座树林，找一寡水源，决定要伫遐过暝。12月24日暗时啊，已經相當接近敵人的磚頭，爬去樹仔頂就會當看到。
即亲亲来激励着阮。12月25日，阮的敌人伫咧渡河了后就出现咯。首先，新港人和敌人有几场冲突，但是只有用原始的矛。一直到阮的前锋出现，用火枪来攻击因的中间，敌军才四散开去，对遮通往迄个庄头的道路就叫人拍开咯吼。进入了庄头无半个人，所以决定要放火烧庄，即塔加利人就甲烧掉。首先伫咧庄外找着一个互火烧袂着的适当的所在，暗时真紧就到。伫咧提高警觉之下，阮就伫遐休困。12月26日透早，阮中情军队经过该庄落，决定要北返转去厝的。当阮到河边的平原，看到几个敌人武装摕着矛甲盾，但是因为惊火枪，所以毋敢活。因毋敢活啦吼，为着要彻底来甲因拍败，长官下达射击命令，敌人就此逃走。伫咧胜利之下，行军离开了塔加利昂。过来就跳2个月啊吼。1636年2月初4，还逃到屏东平原的塔加利昂社，联动大木莲，就是即嘛上应该是下淡水嘛，还是是上淡水万丹吼，万丹社吼。另外是马里马伦，就是即嘛万丹的乡社吼，塔老社等等3个分社代表前往台湾投降认错，和荷兰比较满道协约来签订合约啊，接受荷兰的统治。高雄文史工作者吕自庸根据台南野城日记记载认为，逃走到即个屏东平原的塔加利昂社，就是伫咧1646年记载中的阿狗社吼，就因为走去屏东啊嘛吼，变做阿狗社。塔加利昂变后狗社，就是对大公山就走到去阿狗去啊，屏东吼。好，下底有影响，我来先甲读一下。圣诞节之夜发生了后，逃离高雄平原，撤退到屏东平原，以及原本就住伫咧塔加利昂人南方屏东平原甲瓦郡海边一带无和荷兰人冲突的原住民马卡道族，又搁称作马卡道，又搁称作放射啦吼。好，即无和荷兰人发生冲突的即加起来有8个社，伫咧1636年2月10日，纷纷主动请求和荷兰人签订合约，接受荷兰人的统治。2月22日，1636年是末年的代志吼，末年。咱即马1635年，差不多啦，就是等下应该无定读着吼。2月22日，来自各地部落的代表参加伫咧新港举行的荷叶批准仪式大会。阮手有长袍冠着权杖吼，这是变怎读？杖，国旗，杖就是是中啦吼，冠中。阮送伊长袍冠中国旗，后来形成清代文献所记载凤山8社吼，拄则讲即8个社嘛吼，就向荷兰人签订合约的即8个社，就是凤山8社，凤山8社吼。台南到高雄一带广阔平原，形同真空。此后，荷兰人顺利引进西南大陆的即个汉人移民来遮开垦，来巩固家己伫咧台湾的统治地位。好，甲这课外读物读煞哈，讲迄个塔加利昂社因的即个建议。芭比入来，但是我有够爱困的啦，歹势啊。
歹势，我会用笑结果睡过头。安尼啊，啊你困饱了，我困。等下我休息，我哎，我紧个今日来。我休息，我休一分钟。我读甲足爱困，我拄则咧读即个，阮读甲，读甲即个进行讲因11个要拍磨豆人，但是实际上顶头无甲伊写甲伊做啦吼。顶头佫有写12月25去拍读甲里阳写，即两场战役足重要，就是讲会当讲南部即只吼，台湾南部、台湾台南高雄吼，就是伫即两场战役了后，正式就是归顺荷兰人啊，都收去啊吼，正式统治啊吼。但是日志写无写甲伊做，所以我去拄好现着wiki 拄好有记载，所以我就甲拢甲读过。wiki 迄资料是对另外一本书抄来吼，是甘伟林所写诶，叫做荷兰时代福尔摩沙迄款。甘伟林毋是荷兰人吼，甘伟林是英国人，伊是19世纪来台湾，伊发现讲荷兰有即个事迹，所以伊就去转去荷兰、转去英国去找资料，甲写出来安尼吼。所以拄则是嘿，所以拄则读诶迄是足详细吼，记载，叫做塔加利昂战役，或者是叫做圣诞节诶战役吼。好，过来是咱转来到日志遮，日志其实伫遮吼，1635年写到10个就转去啊，过来拢是靠即个补充资料吼咧写。即嘛，咱拄则读到读到这12月22日继续去讨伐塔加利昂写嘛，所以就是即个塔加利昂战役，所以我拄则读对即个补充资料去吼。好，来我即个读煞我再休啦吼。12月22日，你继续去讨伐塔加利昂写，即个砖头伫咧台湾东南方12到13海里，有400到500新港人会动500个荷兰军队，我讲差不多1000人吼，无甲1000啦吼，应该是差不多1000。去讨伐即个塔加利昂写，即个砖头嘛是去互荷兰人甲烧掉吼，烧为灰烬。一直江而吹背去讨伐小人，所以伊敢若写安尼一句话尔吼，就是塔加利昂写即个战役。江而吹背去讨伐即个小人，有7个8参与迄场谋杀的人被交出来斩首，这拄则读过，但是不要紧，咱搁读一遍。荷兰人煞接着去山里去找大武龙诶砖头，伫遐被亲切接待。1月13日，普特曼斯来就转来到日兰遮城。福尔摩沙议会因为韩曼优异的服务，就是优异，就是非常好啦，优异啊吼，非常好的即个服务。韩曼是希腊商人吼，所以呢，福尔摩沙议会就送伊600里的现款，以及2个半即个匹啊吼，布匹嘛吼，2个半匹的即个天鹅绒。即个希腊生理人伫1月17日被派去泉州的海盗遐去请伊来协助释放，还佫归伫个希腊的荷兰人吼，所以其实是要拜托去即个任务啦吼。好，过来就要记载正月18到2月25号的缺漏。奇怪，即拄则是到正月18的缺漏，所以过来就是继续写了吼，一直写。即个缺漏补到3月去啊吼，1636年的3月，所以我相信1636年的3月进前的日期应该拢无吼。我摕只水来啉者，先煞我休息一下。
哎咻！先煞食药啊。好，来，过15分钟吼，继续甲读落。我今应该读个煞吼。1636年正月18号到2月25号的缺漏，边队阵沃芒号和菲斯队2号分别伫1636年的2月16号到11号，甲2月11号吼来到台湾。再来查头米、铜以及14万两的丁银，迄寡查头和铜落来了后，搁装即个糖起哩吼，装糖、装灰仔、幼灰仔吼，青丝甲钱吼去船顶，装去船顶。该动大船古罗号航往广南吼，就是越南吼。Adrian Antonis 以舰队司令官率领298个伊的部下，经过广南转去巴达维亚，留下88个士兵来增强越南野城的驻军兵力。伫个2月初4，按照和满洲制定的条件，甲塔加利昂、下淡水、大目连、甲打捞国社所制定各同款的即个条约，因此公司领域的边界南边扩张到越南野城以南15海里，北边直到华布朗啦吼，伫个满港的北边7海里的所在，东边一直到1公半路程的山区。因为即寡条约的结果，希腊人会当自由无碍来踮产业里做工。船主基哥经过即个经由广南来到台湾，伊对拯救伫个广南遭难的 Glutenbrook 号的船员有过真大的贡献。基哥来到台湾了后，伊所欠公司的债务清了600里尔，伫个满港暂时做一个目沙，采4只小炮。2月22号，有一只容积船来到台湾，再来250担丝甲80锭黄金，价值89万里尔。好，这是1月18到2月25日的缺漏，无啥物大条的啦吼。1636年2月25日到3月5日的缺漏，咱来做一个甲读个完，希望会使吼。1636年3月23日的批信无去用保存落来，却是被定记伫个巴达维亚日志1636年4月21日的即条内底吼，就是记伫，搁甲定要记伫个另外一天吼，就是后个月某一天吼。按该条日志的日文翻译，记载伫个中村孝志教主本巴达维亚城日志第1册。哦，中文翻译是原来相款是记载伫个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所印行的即个巴达维亚城日志第一册。好，咱继续读。Grow 号和沃芒号伫个2月21号出航前往广南。菲斯都人号伫个2月25日嘛过日倒咧去广南。Cook Baker 则 Rob 即只船吼 ，Rob 号伫个2月21日出航前往巴达维亚。Cook Baker 我袂记得啥物人吼。即个春天有2只容积船
再运来361担的白色青丝，28到29担的黄色青丝，400担的糖，甲80到90两的黄金。还有3只细只龙脊船运来新型的甲老型的灰仔，还佫咧听候2只运糖以及1只含万咧运丝的龙脊船前来台湾。贸易如意成长，公司伫台湾的资金到1636年3月初10，已经3月10号已经达到1559327毫吨。现在迄寡讨伐已经真成功来结束。霍布斯 Candidius 和 Robert Junius 看见扩大信用的大可能。只敢若欠招牧师来，互迄22个已经缔定合约的即个船头来改信基督教。根据普勒马斯的讲法，西班牙人的传教工作已经展开到莅临。根据名册，住在日亚城、芒港、海堡、新港和赤坎的白人，即嘛拢总共407人。伫新港，因为禁止举行一种宗教庆典，显然有阴谋反叛之事。迄寡叛首被掠，其中一个嫌疑犯伫企图要逃亡的时阵被断死，互枪断死。根据韩漫的消息，海贼老乡的一个兄弟伫澳洲做官啦，澳洲是啥 ？OUTCHIEW 即个澳洲是啥所在我毋知较简单 Europe 迄只澳洲，无可能啦，无咁样。伫个希腊的荷兰被掠被活掠即个荷兰人已经被杀死咯。为着要用来交换迄寡荷兰活掠的人到当由关伫咧台湾做任一个日本人和2个希腊人，即马已经被送去巴达比亚咯。迄2个希腊人是老乡的即个结拜兄弟多加和队长的后生。普勒曼斯请派8个贴砖贴招的个水土师啦土水师啦去起造日兰亚城堡和芒港的碉堡。伊嘛要求就是普勒曼斯要求会当送几匹要交配用的波斯和巴利内斯母马。母马是小马的意思啦这只马啊就是要求要送几只马来即个来要拍形啦就是交配来讲，一时仔煞袂记。咱来查即个台理大词典查我拄则查迄个词叫做拍形 ，PHAH 拍形 HENG 对无啥？拍形袂使用伫即个马因为是家禽是鸡仔才会交母才叫做拍形马就毋是马是马交配是叫啥？毋知查会着诶，查看觅汉字龟蛇交配啦狗三大，就是狗会交配交尾叫做狗三大，这是狗啦。正番鸭公的甲普通鸭母的交配十种鸭土番。狗三大，
无吼，无收交配的事。交母呢？鬼说内底有交母的。密刑就是鸡母交鸡母啦吼，鸡卵啊，你交母的时阵，甲身躯揪揪安尼叫做密刑哦。哇，捌听讲。笑港，逐到交母期的港的有角的动物，拢叫做笑港吼。笑即个笑字吼，伫台语就是，等下知了。番，番，黏顶顶的交母叫做番。第五，结鱼得番。哇，即种讲法遮尔乌，我毋捌听人讲。讲鱼仔咧番吼，牵，互猪交尾是牵有条，牵无条，就是交尾了后有怀孕无吼。牵龟，牵猪哥，起笑是鸡仔鸭顶顶咧交尾，骑。受累的交尾就是骑，牛三骑。哦，好，我摕用骑就好啊吼。所以，但是拄则迄种讲，互马去交尾，就是要安怎讲？马去交配，拍袂生卵，拍种。哦，好，就是拍种吼。动物顶顶交尾来繁殖，就是拍种。老牛袂拍种，那就伤老也无法度嘛吼。迄对鸡，这是你写啥？看老下伫拍种吼。好，拍形是交鸡仔鸭拄则有读过吼，鸡仔鸭交尾叫做拍形。拍种是动物的交尾，就是即当中就是四骹就会使吼，叫做拍种，毋是拍形吼。好，三交，牛顶顶是三骑吼，猫仔叫做三鸡，猫仔顶顶咧哭的是叫做三鸡，蛇嘛会使吼，三鸡，鸡字为啥物用鸡字？三搭，鸟仔顶顶是用三搭，所以伫台语交配即种动词其实是分做无共情形，用无共的即种动词去形容，看迄种因当你交配迄当阵的动作是安怎。牛用骑的嘛，所以就是讲三骑；鸟仔是用搭的嘛，叫做三搭吼。狗仔为啥物叫三大，我就毋知啊吼。好，即寡词学起来吼，27分，咱继续看咧吼。就是迄个普特曼斯要求送几只马来迄个拍种吼，拄则讲拍种。3月24号有一只失去胃管含道的即个容克船来到台湾，显然迄是西班牙人的容克船，为着要对鸡人接拢马尼拉。根据迄寡船员所讲，西班牙人伫个福尔摩沙北边起造4个堡垒甲2个城市，迄寡堡垒就是会对这4个吼，咱来看一下。La Santísima Trinidad 吼 ，Trinity 啦吼，即个我相信即个西班牙是 Trinity 的意思吼。Santísima Trinity 吼 ，Trinity 是三位一体嘛吼，圣三位一体啦吼，这是第一个城堡。第二个叫做圣安东尼奥吼，圣安东尼奥。第三个叫做圣米兰吼，米兰吼，圣米兰。第四个叫做圣